喺我哋身體入面，心不停跳動，有節奏咁將血液輸送到身體各部分。心係一次完整心搏裏面所進行嘅一連串活動，稱為心動周期。身體休息嘅時候，一個心動周期需時大約0.8秒。心動周期可以分為3個階段，分別係心房收縮期、心室收縮期同舒張期。喺心房收縮期，電脈衝由竇房結傳到心房。心房收縮將血液經2尖瓣同3尖瓣擠入左心室同右心室裏面。喺呢個時候，心室處於舒張嘅狀態，半月瓣關閉。喺心室收縮期，心房放鬆，同時電脈衝到達心室，令心室收縮。當心室收縮嘅時候，心室裏面嘅血壓上升，令半月瓣打開，於是血液就湧入肺動脈同大動脈裏面。另一方面，心室裏面嘅高血壓令2尖瓣同3尖瓣關閉，咁樣就可以防止血液從心室倒流入心房。2尖瓣同3尖瓣嘅關閉產生第一聲心音立。到咗舒張期，心房同心室同時舒張，半月瓣關閉，防止血液倒流入心室。半月瓣嘅關閉產生第2聲心音答。喺呢個時候，血液從腔靜脈同肺靜脈流入心房，而2尖瓣同3尖瓣就打開，讓血液流入心室。另一個心動週期又再開始。